来继续来看国内的化妆品，第一届验出到苏丹红色素，这种的色素会致癌。根据着食药署检验的结果，有12间业者、18项的产品用到这种的原料，其中一间徛台南的无患子生技公司所生产的高宝滋润翠墩膏，冒用到这种的色素。业者讲，因已经主动来通报，而且把产品落价回收，消费者会当无条件退货退钱。家顶的美妆产品800款，不过有一款未清好的商品。你点进去买不到了。高宝滋润翠墩膏已经无咧卖呀，因为伊加入苏丹红色素风波。台南市卫生局人员查封问题产品，国内头100款化妆品验出禁止用的苏丹色素，其中强调各项产品都是用天然原料做的。伫咧台南安定区的无患子生技开发有限公司嘛受到风台买，业者强调第一时间发现问题，就先主动通报嘛回收回来。10月25号就已经全面自动下架，所以官网上在10月25号就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产品，我们已经自主下架了。除了下架回收，嘛当时封存迄个配合的化妆品，拢总5977支，嘛提供消费者无条件退货退钱。另外3支为该公司留样及20支送验，所以所有的产品并未流入市面。根据食药署公布的问题产品名单含检验结果，确诊12间业者内底有18项商品用到来自新加坡的非法原料，而且检验到都是真高。这问题产品包括后来着国际股份有限公司、查甫含查某伫咧用的保养头毛水、无患子生技开发有限公司的高宝滋润翠墩膏，还有立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心护墩油梅案板。食药署提醒民众若是买到基乳产品，爱赶紧停用，麦当向原买的厂商办理退换货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